喺英文日常對話當中，我哋會為咗保持說話嘅流暢度，你會發現有啲輔音係會被省略嘅。其中一個情況叫做省音 elision。例如 last night 兩個英文單詞中間包含咗3個輔音 s、t、n。喺呢個情況，我哋就可以省略3個輔音當中中間嘅嗰一個，即係 t 嘅發音 t。因此 last night 喺連貫話語當中可以被讀成 last night， 中間 t 呢一個輔音係可以被省略嘅，讀起上嚟就會更加自然流暢。last night， last night。以下仲有幾個例子俾大家參考。soft drink 中間嘅 t 省略咗之後就會變成 soft drink， soft drink。 old man中間嘅 d 省略咗之後就會變成 old man， old man。 grand piano 中間嘅 d 省略咗之後就會變成 grand piano， grand piano。 咁咧，我之前都講過啦，好多時候講廣東話嘅人咧，佢哋喺單詞尾嘅爆破音咧，往往會好努力將每一個詞尾嘅 t 咧或者 d 咧都好清楚咁講出嚟。但係咧，如果咁樣嘅話咧，可能講句子嘅時候咧，俾人感覺有啲斷斷續續啊，比較唔係咁流暢嘅。咁總結嚟講咧，如果要自然流暢咁講英文，唔係每個音都要完美咁講出嚟嘅，而係要學識適當時候省略一啲音，令到句子變得流暢，聽落更加自然。講廣東話嘅朋友，如果太執着每粒音都要齊，每一粒音都要清楚，反而會令自己嘅英文聽落生硬嘅。多啲聽母語者點樣喺日常對話講英文，慢慢模仿佢哋，咁樣就會進步得比較快。Did you see the old man performing last night? Yeah, he was incredible on that grand piano. I almost spilled my soft drink when he started that fast solo. I know. The whole crowd just stopped and stared. 有啲英文輔音喺連貫話語當中會受鄰近音素嘅影響而改變，呢個現象叫做語音同化 assimilation。 例如 grilled beef 第一個單詞尾嘅 d 音會受到下一個單詞首音 b 嘅影響， d 呢一個音會變成 b， 兩個詞連讀嘅時候會變咗 grill beef， grill beef。 再睇多一個例子 That's plate 第一個單詞尾音 t 會受到下一個單詞首音 p 嘅影響， t 音會變成 p， 兩個詞連讀嘅時候就會變咗 that plate， that plate。 有時候同化音嘅情況會令原本詞尾嘅發音改變，例如 clean plate 第一個單詞尾嘅音受到緊接嘅單詞首 p 呢一個雙唇音影響，兩個詞快速連讀嘅時候音會變成呢一個雙唇鼻音，所以兩個詞連讀就會變成 clean plates， clean plates。 類似嘅情況 main kitchen 快速連讀嘅時候音會受到緊接嘅單詞首 k 呢一個軟腭音影響，音會讀成呢一個後鼻音，所以兩個詞連讀嘅時候就會變咗 main kitchen， main kitchen。 咁喺英文嘅連貫話語 connected speech 入面咧，有一個輔音可能會受佢哋嘅鄰居影響啦，佢哋鄰近嘅音影響，會變得同佢哋更加相似嘅。最常見嘅例子就係如果你有兩個輔音啦，第一個輔音會變得同第二個輔音更加相似，因為喺自然連貫嘅説話入面咧，你嘅大腦仲一邊發緊第一個音嘅時候咧，已經開始要準備第二個音嘅發音位置㗎啦。為咗慳時間同氣力，第一個音就會投降，咁放棄自己原本嘅特徵去模仿第二個音嘅。例如熱咖啡就係 hot coffee 啦，咁 hot 就係 T 音啦最尾，咁 coffee 就係 K 音開頭嘅。如果連埋一齊讀就係 hot coffee，hot coffee。個 T 音就會因為後面個 K 音而變成口型就好似個 K 咁樣嘅，變咗 hot 而唔係 hot coffee，hot coffee。咁呢啲變化咧喺日常快速英語入面咧，其實係好常見嘅。
目的就係令到句子講得更加流暢啦，更加慳力。以廣東話為母語嘅英語學習者咧，如果太堅持每個音都要原原本本咁樣講晒，反而會聽落好生硬，會斷斷續續咁嘅。相反，如果我哋學識適當咁assimilate 同化呢啲輔音啦，就會令到你嘅英文聽落更加自然流暢，就好似母語者講英文咁。Excuse me. That plate is dirty. My apologies, sir. I'll bring you a clean plate right away. And wait, I asked for grill beef, not this chicken. I'm so sorry. I'll check with the main kitchen and fix this for you. 仲有一個喺連貫話語當中會出現嘅現象，叫語音融合 （coalescence）。呢個現象通常會出現喺兩個單詞中間，第一個單詞尾音係 t 或者 d， 而緊接住 u 呢一個單詞 ，u 嘅詞首有 y 呢一個音，兩個單詞連讀嘅時候，呢兩個音就會融合成一個全新嘅音。例如 can't you 會變成 can't you，can't 嘅 t 會結合 u 嘅 y， 成為一個新嘅音 ch， 所以 u 會讀成 true， 兩個詞連讀嘅時候就會變成 can't you，can't you。仲有另一個類似嘅例子俾大家參考 ，did you 第一個單詞尾發音係 d， 緊貼 u 呢一個單詞。U 嘅詞首發音係 y， 兩個單詞連讀嘅時候 d 同 y 會融合成另外一個新嘅音 j， 所以 U 會讀成 ju， 兩個詞連讀嘅時候就會變成 did you。咁咧有啲時候咧兩個輔音咧唔單止會互相模仿啦，可能會撞埋一齊嘅，直接融合變成一個全新嘅第三個音。咁呢啲情況最常見咧就係當你個單詞尾後面有個 T 啊或者 D 啦或者一個 S 啊，下一個單詞咧係 U 嘅時候，咁就可能會發生呢個我哋叫做 coalescence， 即係融合嘅情況啦。有啲例子就係 don't you 可能會變成 don't you， 或者 would you 會變成 would you。我頭先提及嘅呢啲 connected speech processes 咧。其實咧，只要我哋多啲聽下母語者係點樣講英文啦，特別係日常嘅對話比較輕鬆嘅對話入面啦，可以透過英文電影劇集多啲聽下佢哋點樣講嘅時候咧，慢慢模仿，咁你哋嘅發音就會越嚟越地道噶啦。Don't you want to try the dessert? I'm not sure. Did you like the one you had last time? It was great. You should definitely order it. 原來喺英文連貫話語當中，有啲輔音係可以被省略，或者同其他字母發音同化。大家多啲留意呢啲發音秘訣，英文口語就會變得更加流暢地道啦。下一個部分，我哋會探討一下人工智能係咪可以幫助到我哋學習英文發音。